我现在在香格里拉图克宗古城，里面卖刀剑的一个店，最便宜的80，贵的几千块钱。怎么什么区别？对吧？这个是他全手做，刀刃都是开刃了吗？开过的，刀刃都是全部手工雕刻的。这个邮政可以邮啊，邮局对吧？自己开车可以自己带，不开车就没有。他说你走那些地方，有些地方会检查的。检查也没关系，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刀都要实名登记，都备过案的，它有刀号，跟身份证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呢？这个180。这种小的都差不多价钱。这些要贵一点，这些是260。这种小的挺精致哎。是用什么做的？那可是藏银。什么？藏银。藏语。藏银。藏银。这个刀杆也是，这个刀刃要什么钢啊？这是？我们都是用弹簧钢打的，可以削铁。也不是很方便。这图案是什么呀？龙吗？看不有好几个龙一起。这个是龙。这个是龙啊。这个是龙。这个刀做多少？有多重？